再来关心中天新闻台2020年申请换照验过，互 NCC 好决。中天新闻台就退出有线电视，嘛提起行政诉讼。昨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一审宣判撤销 NCC 的处分，要求爱重新来审查。NCC 是表达遗憾，嘛强调讲伊嘛个提起上诉。 2020年，因为 NCC 无要换发执照，中天新闻为52台退出，搁提起行政诉讼。经过2年外审理，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撤销宣判，撤回无要换照的处分。消息一日出来，中天新闻甲旺旺集团的创办人蔡衍明，拢写文章来庆贺。主管机关虽然它有行政裁量权，可这个行政裁量权呢，应该也要有一定的客观的依据。 要尽量做到单一标准，就是不管谁来裁量，都差不多结果。学者认为，这凸显行政机关的裁决必须有更加公正客观的社会科学根据。NCC 声明，当初是考量到这个频道在执照有效期间内出现真侪申诉甲违规，也有听证会证实这台受到不当介入的条件，唔再做出这种的裁决。对于裁判结果感觉真遗憾，不过会阁提起上诉。 NCC 有责任要尽快对中天个案进行重新审查，并且对于换照的这个通案能够通盘的检讨，让它的透明度、公正性再次获得全体国民的信任。确实是不多见啦，行政法院的判决几乎都是站在政府的机关。 有利的判决啦，慢慢的司法院都比较开放的态度，很多都是驳回，是大家有感受到这样的一个趋势啊。法务部长蔡清祥指出，针对判决的结果会尊重，若做 NCC 有法律意见的需要，会提供协助。不过上尾的采纳结果也是会由主管机关来认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